今年好開心可以參與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，要多謝蔡繼光導演帶領我參與呢個電影界嘅盛事。為咗呢一晚，我揀裙都揀咗好耐啊！多謝希臘女神，最後揀咗呢條黑色嘅紗裙，有紅色嘅點綴。特別要多謝幫我扮靚靚化妝整頭嘅 Jess， 仲有 Emada 嘅頭飾。嚟到會場已經見到好多人喺 backdrop 度打卡，仲見到好多朋友仔添。跟住去到酒會，見到黃又南，梗係要過去打招呼啦。我哋7年前喺再見 UFO 度合作過，我仲係佢大嫂嚟添。跟住仲有靚靚嘅陳法拉，仲有好多電影界嘅前輩們。無論台前幕後，大家都盛裝出席。仲有之前做訪問嘅針音姐同埋羅卡叔。嚟到頒獎典禮會場，有陳奕迅做開幕嘉賓，載歌載舞，仲有小鬼添。今年嘅大贏家應該就係再見 UFO 同埋風林火山，恭喜咁多位獲獎者。仲有好多重量級嘅頒獎嘉賓，竟然有朱玲玲啊！宣布最佳電影嘅時候係再見 UFO 啊！真係好戥佢哋開心啊！佢哋仲嗌台前幕後嘅人上去，蔡導演都有叫我上去。不過喺台下面分享佢哋呢一番喜悅，都覺得好感動。7年前嘅作品今日有收穫，大家都要再接再厲，希望下年再見啦！